呢個 table 咧有4個 row A、B、C、D， 另外有3個 column 1、2同埋3。咁我哋首先有個 table 嘅 tag 啦，開嘅呢個刪嘅。咁另外 border 有個邊界咧，4個 row 所以有4個 tr， 1、2、3、4個。咁而每一個 row 咧就有3個 td， 1個啦、2個、3個。咁所以每一行就會有3個 cell 出現㗎啦。咁而第二個 table 係3乘3嘅，咁呢個 border 即係等於1咁解啦。咁因為咧呢度咧有3格可以將佢合併嘅，咁點樣合併咧？可以用個 column span 等於3，就會將呢3個 column 去合併咗噶啦。咁既然合併咗嘅話咧，咁啊 TD 就唔再係3個，得1個啫。咁再睇翻中間呢一個啦，中間呢個係將2個 cell 咧就向下咁合併嘅，咁所以今次就唔係 column span 而係 row span 等於2，咁就可以將佢合併噶啦。咁於是合併咗之後咧，第一個 TR 咧得1個 TD， 咁而第二個 TR 咧就有3個 TD， 咁而第三個 TR 咧就因為中間呢個冇咗啦，咁所以得2個 TD。咁第三個 table 咧係3乘2嘅，咁所以有3個 TR 啦。咁另外每個 TR 裏面有2個 TD。咁留意翻呢咧 table 呢處咧 BG color 係個 background color 嚟嘅個底色。咁另外 cell padding 咧同埋呢個 cell spacing 咧就係2個 cell 之間嘅隔開有幾多嘅空間。而第四個 table 咧見到有1個 TR 啦，咁另外隔離有第2個 TR 啦，咁所以有2行嘅。咁其實每一個 TD 咧就我哋可以校個 width 係幾多 percent。另外 align 即係佢對齊，可以靠左對齊，可以靠中間，亦都可以靠右對齊。咁第5個 table 有個 caption 咧就指呢個標題啫，咁就呢個卡夫奇美獎呢個標題。咁咧就另外留意就有個叫咧 align 咧就係左右對齊，呢個靠中間嘅啦。咁亦都有上下對齊嘅呢個 v align 呢個咧 middle 就係上下對齊嘅。